英國咧其實就住呢個針對伊斯蘭、針對穆斯林嘅一啲行為咧嘅一啲即係佢哋認為嘅惡意性嘅行為咧，其實就去出咗一個佢哋叫做 non-statutory 嘅 definition， 即係話呢啲係一個非法定嘅一啲定義。咁其實最開頭咧，舊年開始啦，其實工黨政府就推動緊呢樣嘢，就係咧就話希望可以喺法律上面咧去定義咗呢一啲嘅反穆斯林嘅行為，就係因為佢認為咧社會上面有嚴重嘅反穆斯林嘅一啲嘅行為同埋一啲嘅風氣，咁所以咧佢就要處理呢個問題。最開頭咧，其實佢哋係想叫你做 Islamophobia 嘅，即係話大家係伊斯蘭恐懼症咁樣。咁但係就去到啱啱3月9號嘅時候啦，就最終出爐嘅定義咧，就係我哋叫做 anti-Muslim hostility， 即係針對穆斯林嘅惡意性嘅行為。咁你可以預見到，其實當佢俾咗啲定義之後咧，之後慢慢咧就會有一啲實質上嘅法律或者係一啲懲罰性嘅條文就會落地噶啦。但係咧而家就未有住。咁但係翻嚟去 domestic abuse 嗰邊啦，條 domestic abuse Act 2021啦，就冇特別將 domestic abuse 呢一樣嘢變成一個刑事嘅罪行。咁但係當然佢亦都創造咗一個新嘅刑事罪行出嚟，就係我哋叫 controlling and coercive behaviour， 就係話係一啲控制性同埋一啲強迫性嘅行為。咁所以如果大家有睇我喺其他嘅 YouTube channel 裏面啦，有講過呢一方面嘅嘢咧，就會知道咧，如果你係喺兩個人之間啦，係出現呢類型嘅行為，唔一定要係肢體衝突，唔一定係要牽涉實質嘅物理嘅行動嘅。如果你係例如你係要人哋無時無刻都要同你報到去到邊啊，你喺佢身上面裝一啲追蹤器啊，喺屋企每一個角落都裝晒 CCTV 去 cam 住佢啊，可能喺金錢經濟上面去控制住佢啊，你每個月你每個禮拜我淨係俾50磅你用嘅啫，你唔可以用多過呢個數啊，呢一啲咧，咁其實亦都好容易喺法律上面咧就會構成咗呢一種嘅刑事嘅罪行。咁所以咧如果佢話佢純粹係冇拳打腳踢，所以就冇家暴咧，咁的而且確咧喺邏輯上面係唔係真係好成立嘅。咁好啦，我哋將家暴呢一樣嘢帶翻落去家事法嘅 context 裏面咧，咁其實我哋就會知道咧喺家事嘅法庭裏邊啦，其實家暴呢一個定義咧，亦都係廣泛嘅。個 Domestic Abuse Act 去賦予呢一個家庭暴力嘅一個定義咧，除咗係喺刑事法庭裏面使用之外咧，其實更加多係會喺家事法庭或者係法庭以外，例如係一啲受害者嘅支援組織、一啲慈善團體，佢或者係甚至乎去 council 去制定一啲相關嘅政策嘅時候咧，會使用到呢一啲。